来到展览会现场，已经看到雕刻家投入艺术领域20几档来的作品。其中第一则作品就用牛樟木以探索为发想，希望会在新的领域找到甲以前无同款的创作风格，做出更加丰富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老师的作品，除了我们传统比较常看到的一个神像的雕刻之外，其实我蛮喜欢他对于生活上创作的各种类别的一个所谓的木雕的一个创作。从他的创作作品当中，我可以感受到老师对生活的态度跟温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写实，那也非常非常的带给人家一种很心灵上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的舒服。我想这是在于创作理念上很难去达到的地方。那老师为了坚持这一份创作的理念，他也把他20年来的一个所谓的相关创作一系列，透过这一次的个展，在文化中心来做一次的呈现。现场雕刻甲特别雕刻木雕作品，让大家能亲身看到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看到一道一道的雕刻，让人了解到要完成每一件木雕作品的过程是有偌无简单。咱大家讲中心你讲要用分离啦，讲话拢较含慢，所以这可能有一寡生活上体会的代志，我把用作品展现出来。就是舍不得的一直做，这就是我这20年来、21年来所累积的作品。我这个展出的作品只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的基础。生活上的雕刻的作品。第二就是我现代人物，就是伊咱生活上咱人会当面向这，安尼就会当咱雕刻计划发挥得愈快。照安尼哪做哪好。第三个方向就是我较精神上的，精神上因为咱做，不管咱实际的生活。还是精神的生活，拢一定要得到真好的疏通啦！展场中的每一件作品，不管是人的表情，还是软的衫裤，拢雕刻甲活灵活现，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敬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